大家講翻少少背景先。因為有好多唔同嘅原因，所以我哋呢個台灣環島遊嘅 trip 要喺15日內完成。今次亦都係我哋第一次喺台灣逗留咁多日去旅行。今次嘅旅程無論係對我哋體力上或者係精神上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。有啲地方仲因為發生咗啲小意外而去唔到添。一齊嚟睇下我哋最後嘅路線圖係點樣噶啦。喺台灣地圖上邊，大家都見到我標注咗好多唔同嘅地方。我哋首先會喺桃園國際機場作為起點，跟住就會落台中，然後就會去日月潭，跟手就會去埋阿里山、台南、高雄、小琉球、恆春鎮、墾丁，之後就會上返去台東、宜蘭、九份、十份，再去埋台北，最後就會由桃園國際機場離開。而中間嘅綠島同埋龜山島就因為有啲小意外而冇去到，希望將來有機會去啦。睇台灣環島遊 Day 1之前，我哋就返去出發嘅前一晚，因為我哋去台灣係搭早機嘅，所以我哋就決定前一晚喺成田機場度過夜。今次亦都係我哋第一次喺機場度過夜啊！喺日本成田機場2號客運大樓嘅2樓就會見到呢一間開24小時嘅咖啡啦。之前見到有人介紹之後，就諗住今次過嚟試下。呢度有夜飲區、公共休息區、私人個室、沖涼房同埋會議室等等。喺出邊望入去，好似都幾大幾多設施。如果你係搭指定航空嘅早班機嘅話，仲會有額外優惠添。當時喺門口見到呢個優惠活動之後，就去同職員確認資料。喺我哋離開俾錢嘅時候，就可以即刻享用到呢一個 discount。本身都唔知道會有額外優惠，今次真係勁好運啊！呢度除咗有一入門口就見到嘅草地休息區、sofa 同埋公共工作區之外，仲會有獨立工作室同埋會議室等等。如果有需要嘅話，仲可以借毛氈同埋拖鞋添。喺個人休息室方面就有分女士專用區同埋男女共用區。每一個個人休息室都會有一個獨立嘅空間俾你休息下、攤唞下。我哋試過2個人一齊平攤，空間都只係啱啱好。所以如果中意空間大啲嘅話，就可能要另外 book 多個休息室啦。而入住價錢本身就已經包咗 drink bar 同埋擺行李嘅地方。自助飲品區呢邊呢，就有咖啡、茶、碳酸飲品，仲可以自己加冰。中意飲啤酒嘅話，亦都可以喺前台度買。而呢度亦都提供咗男士沖涼房、女士沖涼房、無性別人士或者係行動不便人士嘅專用沖涼房。如果想喺度沖涼嘅話，就要額外收費。入邊環境望落去好乾淨，所有用品亦都好新淨。跟住就嚟到我哋最中意嘅草地休息區啦。呢度有按摩椅、吊椅、帳篷、吊床等等，真係咪話唔舒服啊！呢間 cafe 暫時係唔接受提前預約嘅，所以如果係旅遊旺季或者係深夜時段，就最好留翻多少少時間過嚟啦。第2日朝早，我哋喺機場食咗個靚早餐之後，就準備上機啦。Go go go！真係啜一聲，我哋就嚟到台灣啦。我哋當日喺桃園國際機場落咗機之後，就直接搭車去到台中火車站。返酒店放低行李之後，我哋就即刻出發去台中嘅逢甲夜市。可能喺日本比較少食到好食嘅咖喱魚蛋，所以一嚟到夜市就即刻俾阿仁哥嘅咖喱魚蛋吸引咗，即刻買翻份嚟試下，真係又熱又辣，好好食啊！而喺仁哥隔籬仲有一間賣滷味嘅檔仔，自己喺隔籬拎個兜兜就可以開始夾餸，夾完之後俾老闆，佢哋就會幫手處理噶啦。份量唔夠嘅話，老闆會額外加多少少入去，2個人食都好大包。如果滷水味再濃多少少嘅話，相信會更加惹味。跟住就嚟食，我覺得嚟台灣必食嘅大腸包小腸。睇下佢油淋淋又熱辣辣咁，真係好 juicy 啊！雖然成日聽講話腸好多防腐劑，但係就唔知點解我就係好中意食佢。嚟到台灣啦，又點會唔飲翻杯手搖飲品呢？唔知檸檬茶算唔算呢？跟住就嚟食地瓜球啦！我哋離遠見到咁多人排隊，連隻狗啊都排埋一份，咁就真係要 try 佢啦。招牌就寫住佢哋係1982年創立，呢次都係我第一次食地瓜球㗎咋，真係好期待啊！呢個地瓜球比我想象中嘅好食，甜甜地外脆內軟咁，最緊要係佢仲係暖粒粒噶。平時食開嘅鵪鶉蛋都係烚嘅，今次就嚟試下食煎嘅鵪鶉蛋串燒。呢度即叫即整，
感覺十分良好。有冇人同我一樣都好鍾意食臭豆腐？有時仲會嫌佢哋唔夠臭呢？呢間見佢好似好多採訪咁樣，但係我就覺得佢唔夠臭啦。去到最後就梗係要食翻個甜品啦。行過見到佢咁 U B，就即刻過去買翻串 dap dap 佢。最後我哋只可以話佢係甜甜地同埋硬硬地。呢一日我哋搭完飛機之後就長途跋涉去台中，所以我哋去完個夜市之後就翻咗去酒店唞下啦，養足精神準備我哋之後嘅台灣環島遊之旅。